即馬這個時代新型的葷品呢，已經愈來愈濟啊。世界衛生組織公布這個資料，講有9成的青少年呢，都是對這加味粉來入門的。有民間團體是指出講，目前這台灣葷害防治新法，在2023年是通過全面禁止電子葷，也毋過呢，即馬是毋若欠這執法的配套，尤其這加味粉呢是真夠成人去使用的，就驚會接觸到這個喪屍分彈，所以因是要求政府就要趕緊來公告禁止加味粉。Most e-cigarettes contain nicotine, which is highly addictive. 影片警告電子葷有互人食到會掉的有毒化學物質 ，WHO 呼籲大眾莫食電子葷。5月31日是世界部分日，根據 WHO 的資料，全球上無有4000萬的13歲到15歲青少年有使用葷品的情形，而且9成是為加味葷品入門。有民團拜五開記者會，要求政府趕緊公告禁止加味葷品，保護青少年的健康。最使用這個電子煙的青少年呢，他會情緒比較暴躁，比較難控制，容易衝動，也跟這部分的大腦呢受到影響是有關係的。40個月了，我們的政府並沒有公告禁止加味煙品。那其實 WHO 連續3年來一直在強調，請他的會員國趕快禁止加味煙品，因為所有加味煙品呢，是對青少年最大的一個危害。雖然政府在2023年通過葷害防治新法，全面禁止電子葷，不過民團講有口味葷品咬挾青少年使用，就驚因進一步接觸到喪屍分彈甲毒品。民團要求政府就要趕緊公告禁止加味葷品，維護青少年的健康。但是你行政法則下去有沒有效果？一定有效果。為什麼？起碼我年輕人會知道一件事情，這是違法的，製造一個文化出來，全民有意識說這是不對的。民團講，當初時修法雖然全面禁止電子葷，卻欠缺執法的配套，恐驚造成電子葷在校園大量出現。民團呼籲政府就要趕緊落實禁止加味電子葷品的禁令，用法律建立社會共識，這會當保護青少年離開葷甲毒品的威脅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